善化美鲁文化园区将近有历史当无太大改变，可能使用已经有一段时间。台湾汾酒有限公司决定投入4000万进行户外景观改造、行人友善空间、户外美女街，并设置儿童游戏设施以及改造便所等公共设施。这个所在是区位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那原来也是观光工厂，但是呢，因为观光工厂的设置比较早期，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规划性可能是稍显不足了哈，所以。这回就是公司有稍微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，那预计呢，往后我们会逐年来编列预算，逐步的把它建制起来。那也希望说，彰化啤酒厂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变成是一个附近大彰化地区的一个乡亲的一个休闲好处所。那也希望说外来的游客到了彰化地区，这个所在这是一个必造访的一个景点。出席记者会，立委郭国文指出，善化美女场地理环境优秀，周边有3项水道博物馆、台史馆、南科考古馆、善塘园区等文史景点，串联起来对在地观光将有帮助。左边我们过去的一个山上水稻博物馆，创造的人数非常的多。那右边过去呢还有史前博物馆。那在往前那边呢，还有左镇的化石馆，这些都属于再生的博物馆，这种再生的博物馆吸引很多的客源来。可是呢，有一些呢是活的博物馆，活的博物馆呢，举凡什么？就像我们的糖厂，现在糖厂很多人台糖现在很多人，拜老咧把一矿完呀，都停下来同干，然后停干不好好的，一家人台糖，整农社这里停下来。另外，我去催生的，不是我催生，我去协助把那个。牛墟往这一个那个中文农场过来，这边呢将来的观光动线也会带动更多的人潮，本来人潮就很多，以后会更多。这个是属于活的文化资产、活的博物馆。而另外一个呢，最具有吸引力的活的博物馆，我就看到是善化啤酒厂。善化啤酒厂这是酒的博物馆而且是国酒的象征。台酒董事长丁彦哲表示。美化改造工程会分3档来办理进行，目前先委托厂商规划，搁再发包施工，希望进度会当提前。现在园区也正在办理招商，已经有在地业者表达高度意愿。等投标了后，上紧的伫明年农历春节之前就会当进驻，将会提供更加完善餐饮以及消费服务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